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赛亚书第44章，上主讲：雅各我的仆人，当着听，我所拣选的以色列，听咧！捏造你，对母胎就塑造你，要帮助你迄位上主安尼讲：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毋免惊，你是我所疼、所拣选的。我要摒落水，互喙焦的地；我要互焦燥的地有溪水得流。我要将我的神摒互你的后代，要赐福气互你的子孙。因为亲像草伫水源充足的所在大长，亲像柳树伫水直直流的溪边生长。有人话讲：我属上主；另外一个甲家己号名叫雅各，搁一个伫手下顶面写上主的，自称做以色列。上主统治以色列的救赎主，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我是开始，我是结束，我以外无上帝。啥人会当甲我比？着出来讲。我捌对古早的子民有过要发生的代志，伊嘛通安尼宣告将来的事。恁毋免惊，嘛毋免掣。我减无早就对恁宣告，恁是我的见证人。我以外减有上帝，减有互恁通闪密的石盘，我知连一个都无。所有制造偶像的人拢无路用，因所喜意的拢无利益。拜偶像的人拢痴迷无知，因拢为失败见效。啥人制造神明，铸造无路用的偶像？你看，伊的谈判拢为见效，师傅不过是人，互因拢组织活来，准备上法庭，因为惊吓拢为见效。拍铁师傅甲铁囥伫火炭内浮互红，用勇的手骨举杠槌拍出形体。伊若枵就无力，喙焦无啉水就野线。目睭用金线娘，用粉笔画线，用各种器具雕刻，用圆尺画模，照人的款式做水的人形做偶像，甲伊栽伫庙内。伊插平香树，搁经青铜树甲橡树，互因伫树林内生长。伊栽种橡树，等候雨水润泽，互伊大长。然后树插起来做火柴，有的摕来互厝内较烧热，有的点倒通烘饼煮鸡，搁一寡做神像甲跪甲拜。一半的柴伊起火烘肉来食，食甲满足。伊嘛家己哪烘哪讲赞，我看火得倒，感觉真烧热。伊用所剩的柴做一个神明，做偶像，跪落去甲拜，对伊祈祷讲：你是我的神明，救我。即款人毋捌，阁袂理解，因为上主甲因的目睭糊底，互因看袂着，心智塌地，袂晓想。因拢无得想，无知识，无聪明，通讲。一半的柴我用做火炭烘饼，嘛烘肉来食。所剩的柴我减通用来做一个偶像，我减通跪落去拜一块柴头。
因用火釜准饭食，戆甲互人惯去，无法度救家己，因毋承认手耳旁的偶像根本毋是神明。上主安尼讲：雅各啊，着会记你遮个代志。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塑造你，你是我的仆人。以色列啊，我一定袂甲你袂记得。我已经甲你的罪过扫除，亲像甲墨粉擦线，擦消你的罪恶，亲像互薄雾消散。着归向我，因为我有救赎你。遮个天啊，着欢喜唱歌，因为上主有做即项代志。地个深坑啊，着大声喊；大山小山啊，着出声唱歌。树林甲内面所有的树啊，着唱，因为上主有救赎雅各，伊要统计以色列，显示伊的荣耀。互你伫舞台正行救赎你的上主安尼宣布：我是上主，是万物的创造主。我铁开天的时，单独一个；我铺地的时，只有我家己一个。我互假先知的调头混乱，互卜卦的人有测失效。我互有智慧的人见笑退后，有知识的人变愚戆。我互我仆人的话得到证实，互我使者的计划实现。关系耶路撒冷，我讲，要有人伫遐徛起；关系犹大的城市，我讲，我要甲因起造，已经变荒芜的所在，我甲因重建。我对深渊讲，着打去，我要互你的河流拢干焦去。我对塞罗斯讲，你着替我牧养，你着完成我的旨意。伊会下令重建耶路撒冷，重新下圣殿的地基。